OK，practice paper paper one 第10條。好啦，第10條呢個佢出 polynomial 嘅多項式，OK，中文同學係多項式。好啦，咁多項式的話咧 ，f(x) divided by x 減1啦，咁 quotient 咧就係呢嚿嘢啦 ，f1 就等於4。佢同你講 f1 等大得滯添。佢同你講 f1 等於4代表咩啊？同你講 f1 never mind。OK。俾少少時間 focus 下先。佢同你講 F1 等於4，其實即係同你講緊佢呢嚿嘢除完個 quotient 之後，佢個 remainder 係等於4，佢個餘數係等於4。f(x) 除 x 減1等於呢嚿嘢6x2次加17x 再減2餘下4，有冇問題？咁所以其實我可以點解呢個啊？呢個同呢個有關聯嘅，因為我哋嘅餘式定理 remainder theorem，OK？x 減1等於0，x 等於1。當 x 等於1塞落個 f(x) 嗰度嘅時候，佢等於咩數字？嗰個數字就會係佢嘅餘數。OK？有冇問題？好啦，咁於是乎咧，我 A 題我就知道 f(x) 其實即係等於呢嚿嘢乘翻呢個再加翻呢個，有冇問題先？好啦，舉個 for example 啦，23除7啦，咁就等於3餘2啦。咁所以23其實等於3乘7再加翻2嘅啫。OK， 咁呢個同樣 concept 嘅啫，得唔得？好啦，咁所以佢會等於6x2次加17x 再減2，再乘翻 x 減1次x 減1，跟住再加翻4，得唔得 ？OK， 好啦，咁我哋計數啦，拆括號啦。6x 3次啦，跟住6x17 67負67 11x 2次啦，好啦，跟住之後再嚟啦，跟住再拆括號啦，負17減2負19x， 好啦，跟住之後負正2再加4加翻6 ，OK， 咁我跳咗步驟啊，咁如果唔得嘅話，咁我如果有同學唔得嘅話，咁自己慢慢逐個嚟啦 ，OK， 咁你呢嚿嘢應該會變咗做6x2次乘 x 即係6x 3次啦，跟住再減6x2次啦，跟住再加翻17x2次啦，跟住再減翻17x 啦，跟住再減翻2x 啦，跟住再加翻2嘅，跟住再加翻4啦 ，OK， 得唔得？呢嚿嘢如果唔跳步就應該係咁樣嘅，咁6x 3次啦，跟住負6加17咁就11x 2次啦。跟住之後負17減2咁啊負19x 啦，跟住再加翻2加4加6咁樣啦 ，OK， 得唔得？出翻呢個數值，好，出翻呢個數值之後咧，跟住呢度我揾到 f(x)， 佢問我咩啊？佢問我 find f(3)， 佢揾 f(3) 出嚟。好啦，咁我就將佢塞落去啦 ，OK， 將佢塞落去的話咧，6x 3次，呢個 x 咧就會變咗做咩啊？佢會變咗做6負3嘅3次加11負3嘅2次減19負3再加6 ，OK？ 撳計數機啦，好，撳計數機大家會點撳咧？我正常撳一次俾大家睇先啊 ，OK？ 睇唔睇到咧？睇唔清楚啊！咁樣會唔會好啲？咁樣好啲。好。6開括弧負3 3次方加11開括弧負3 2次方減19開括弧負3再加6 execute。好啦，呢嚿嘢等於0係咪？好啦，嗱我撳咗好大抽嘢啊，好煩啊 ，OK， 係咁開括弧負3咁樣咧。咁如果咧個抽嘢大抽啲咧，或者個數中間呢個 f(x) 呢個數咧核突啲嘅話咧，咁你撳都會好煩嘅 ，OK。咁我可以用第二個方法，第一個首先6 answer 3次方。將你上面呢條式嘅 x 全部撳做計數機入邊 answer 呢個掣 ，OK， 全部撳做計數機入邊呢個 answer 呢個掣，再加翻11 answer 2次，再減翻19 answer， 再加翻6 execute 咗佢。好啦，咁你唔使理呢個出咩嘅，撳一撳 all clear 呢個掣 ，all clear 呢個掣。好啦，跟住撳一撳負3，撳一撳負3，你括號入邊呢個係咩數，你就撳咩數出嚟 ，OK， 跟住再撳翻 execute。咁你同佢講而家個 answer 就變咗做負3。好啦，咁你上面呢條式咧，呢個 answer 其實係一個 variable 嚟㗎，係一個變數嚟㗎。OK， 咁而家佢咧 default 咗，你同佢講計數機講咗呢個 answer 而家變咗負3啦，撳翻個上箭嘴 execute 翻，佢會出翻0俾你嘅，得唔得？
咁呢個咧就啱你可能 MC 用啦，或者係可能 long quest 真係你要試到底佢係咪divisible 啦，到底係咪除得盡嘅時候，呢個可能會用到呢個方法嘅。OK。好啦，揾到 f 負3等於0啦。咁 B 題咧佢叫我做 factorization。我長得就係張紙，咁我上面睇唔到英文題目，咁睇中文題目啦。OK，factorize f(x) 啦，咁條式一樣嘅，唔使理佢，步驟一樣嘅。OK，咁暫時冇咩 presentation 要寫住嘅。好啦，有呢個 f(x) 等於0之後咧，咁我而家叫佢 factorize f(x)。OK，factorize f(x)，我知道 f 負3等於0，所以佢一定係除得盡 x 加3嘅。有冇問題先？呢個咁我正路啦。OK， 正路啦，做一個長除法。OK。6x 3次加11x 2次減19x 再加6，畫長啲，做一個長除 x 加3。OK， 除完之後呢個變 6x 2次得唔得？6x 2次乘翻 x，6x 3次，6 3 18再加翻 18x 2次，11減18負 7x 2次，加埋個負 19x 拉翻落嚟。好啦，負 7x 2次乘翻 x。呢個就負 7x 得唔得？好啦，咁負 7x 2次，負7加3，負7乘3，負21，負21x。OK， 負19減負21，即係負19加21，即係 2x。2x 呢度6拉埋落嚟 2x 加6，x 乘翻2就等於 2x， 所以呢個都係 2x 加2乘3等於6。OK。最尾冇嘢零咗嘅，咁呢個其實唔使寫㗎啦。OK， 唔使寫的話咧，咁我知道 x 呢個 f(x) 會等於 x 加3同埋 6x 2次減 7x 再加翻2等於呢嚿嘢，得唔得？咁我知道佢係咁篤穿張紙。咁我知道佢等於呢嚿嘢之後咧，呢一步可以用你哋計數機嘅 formula 01，我咁樣04 formula 01去拆翻開佢做翻個因式分解 factorization 6負7 2。OK， 佢會俾個爛數你喎，小數嚟嘅，無盡小數，長環小數。OK， 好啦，咁我哋撳翻個轉去做分數啦，0.666等於2 over 3，大家都知道㗎啦。OK， 好啦，所以佢會等於 x 加3。OK， 第一個數據俾2 over 3我，第二個數俾咩我咧？俾0.5，即係1 over 2。好啦，首先寫咗份母先，3x 俾佢，補翻個 x 俾佢啦。上邊嗰個數字符號調轉，正二變負2。下邊呢個都係寫咗份母先，2補翻個 x 俾佢。上面嗰個數字符號調轉 2x 減1。OK， 做完。好。呢個係正路嘅做法，做個長除 factorization， 但係你記住長除呢 part 係冇分嘅。咁於是乎咧就會出現咗個新嘅 program。OK， 新嘅 program 就係三次方因式分解嘅 program。咁而家咧佢有條式係 f(x) 咁樣啦。OK， 咁我逐個數字撳翻落去，6啦、11啦、負19啦，同埋最尾都係6嘅，撳翻落去。佢計完之後，第一個出2 over 3俾我。即係呢個，第二個佢出0.5俾我，即係呢個，第三個佢出翻負3俾我，即係呢個，有冇問題？好啦，咁呢條 program 咧就可以快速幫我哋去因式分解3次方嘅多項式，得唔得？咁咧你有機會去到見到4次方嘅，咁如果我哋見到可以再講啦。OK， 我哋可以用其他辦法令到佢變成2次方程啦，或者可能變到3次方程都冇問題，都做到嘅。OK， 係啦，咁但係長除法大致上就係咁樣做。咁如果有咩問題可以留低 comment。